别安那啦？什么啦？我这2天要录音进前，我耳仔内底佫是一条歌呢。我无想要知影是啥物你听者，你听者啦，你会理我看觅，你会知。有我唱过，我唱过。你唱过，佫要唱？我就一直想。你敢有想过咱听众朋友敢有想要听？你伤大声，你甲我惊着。我激动啊！我嘛毋知是安怎，就是我耳孔内底一直出现这条歌。啊，你耳孔内底出现着，我毋免甲伊唱出来吼，谢谢。好人比小做，我要互你的耳仔内底嘛听着啊。好好。啊，你无爱接者啊？四季轮回，四季轮回，轮你啥？你才去轮回啊？我袂记得啊。四季轮替，找无咱2个。伟忠啊，伟忠啊，你有听着阮咧唱你的歌无？你有想要来阮的节目无？有人会当甲伟忠讲者无？我感觉真正有人早去甲伊讲。真的哦。啊，拜，继续，咱先讲节目，等下即个讲，啊，你头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，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是你有啥物新的资讯想要分享，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在开拍嘅节目。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我想想到一个代志呢。什么代志？咱已经即个物件开场念6季啊。嘿，网友改讲做无聊呀。爱改吼？无想要改呢。我想要改，改较短咧。好啊，你去改啊，你改好我就好啊。嘿，而且你拄则是毋是开场开始啊？你袂记你要小编听你讲对无？我看你做用小编听你讲，你都无讲当时要开始，还是配合你呢？迄个音乐就要开始啊！啊，讲到这音乐，阮朋友讲这音乐，首先咱去抄迄海绵宝宝。哪有？海绵宝宝爱讲台语是无？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这个去用歌，这个用歌啊！台语版。是像住伫咧深海内底大王来。伤济。这种歹念的呢，是像住伫咧深，是像住伫深海，深海大王来内底。这种歹念的。而且最近我跟你讲哦，迄伊深海内底迄比基宝是毋是安尼念？比基个宝，比基什么啦？比基你也是莫讲好啊。比基宝的基民，你家己念看觅。比基宝的基民对哦，伊有出迄足奇怪迄白红啊哦，足水的哦。哦，我知，就是遐个过路人，对，过路人啊，坐伫边啊，路边迄个啊，还是讲伊无想要上班迄个。哦，迄有较古锥的咧，用穿起来哦。对啊，小古锥的呢，我连迄我迄耳机的迄我都已经买好啊。我耳机还未买，但是迄耳机的录啊我已经买好啊，就是比基宝的基民。哦，你是要做迄个基民就对啊。对，听无我是感觉伊摆甲足水的，摆水。听朋友你有想要看我的？买水的比基个，歹讲啊！好啦，这话题结束，嘴海去啊！歹讲啊！紧念老话。好，讲到咱这个小编啊，咱顶一集毋是讲到这个园林的玉鸡，对，玉鸡，伊问我园林是食啥，结果我就甲恁讲我食啥了，我就讲迄有春真正是伊免来啊！大声讲出来，卖啦，我会歹势啦，有阵卖歹势啦。伊随去吹呢，伊随甲迄我讲的物件吹出来呢。你看，要得到你的认证啊！我就甲你讲，迄有阵一定吹有的啦。而且伊佮甲迄个新闻播出来讲，敢是这对，就是迄你吹拢对啊。有阵厉害哦，有阵你是难。迄条歌要唱哈？什么歌？伊出场的时候有一个哦。你最近是安那拢接袂着我的歌呢？我想想袂起来，因为久久无看。我都艰苦的，我对你伤失望啊！不要紧，继续失望落去。谢谢吼。好，安尼先来念宝啊妈妈。宝啊妈妈讲，收到恁黑白边寄来礼物甲糖啊，两个囡仔足欢喜乐痛，有恁的陪伴，大人的我嘛感觉足幸福的。我因为搬厝甲换头路，旧年后半年是足无用的过日子，拢无甲恁回休热时阵，阮去台语营队的活动分享。目一年又搁报名当领营。大汉的有参加台语营队、动手做机关、算骨牌等等的游戏，逐工搁去台校园放电佚佗。老师还有活动员嘛，拢甲囡仔用台语互动。有黑白边台语台的同事来摄影哦。希望台湾小连续有遮尔用心台语的营队甲活动，互台语家庭的囡仔会当进入即个环境内底。因为要开工开学啊，今日特别带两个囡仔去看旧年前的烟花，即马已经布影哦。
阮大汉足期待会当看到开花，毋过去的时阵花季已经要结束啊，敢若看到剩一蕊花。祝福恁2026新春马上趁到钱，因为所来就要开工啊！祝福恁四界拢有春，爱你哦，哎哟，爱你哦，四界拢有春呢。有春啊，这句是我，你啊，这句是我翻的啦，因为伊是讲祝福咱春意盎然，处处生机。嘿，听起来就是四界拢有春啊，对吧？对，对，这个意思啦。有春啊，我嘛想要有春啊。我感觉号这个名真好呢。对啊，表示你啥物件拢有春呢。嘿啊，哇，钱啦。上爱就是这，每一个人拢想要爱这个。对，但是我感觉我做心善爸爸妈妈囝。我嘛是。对，因为听起来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就注重囡仔的教育啊，对，教育啊，还有因的心情。对，一天敢毋带因出去放电，还有带去营队。嘿啊，我较早拢无即款营队呢。我其实你讲我较早拢无妈妈甲我关系，你甲我惊着。白白妈妈讲你。我其实我较早嘛无黑白妈妈的关系嘛。有被妈妈听到啊？无啦，有被妈妈你无用啦。我之前有讲过，我家己拢去田里啊，我家己一个人就好啊啦。对，你有讲过。而且爸爸妈妈做有心的，伊去看迄个花，伊个有翕相互咱看。对，因为咱顶一季是顶一季旧年故事，所以是旧年对无？对种树的时阵有花，不种树的时阵有树。过一年了有花，你厉害呢，真正有春一蕊花。而且爸爸妈妈讲，伊希望后一季会当听到台语倒定义的介绍哦。台语倒定义的介绍困难，我伫面前呢。如果你讲这是拍这摆，你用听敢听有？应该是爱请去发明这倒定义。对，是叫倒定义还是倒定义？倒阿姨嘛会使。我你讲这个问题，会使叫咱隔壁来做啦。隔壁啥？等下就知影，你等你讲到下骹这阿屎的时阵，就会当讲着啊。对，爸爸妈妈你期待者啊。所来是台内面空空啊，空讲，后边白边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台内面空空伫遮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年的过年对阮来讲是真特别的。伫29暝，阮规家伙仔转去旧厝过年围炉，暗顿食饱了，全部的人拢来到大伯因兜，等四大人分红包。免领红包，照例都爱讲好话。全部囡仔拢是用华语讲好话，敢若有我即两个查某囡仔用公司台语台学着即3句讲好话。甲伯公讲芝麻好运呛呛滚，甲阿公讲马力十足活跳跳。对姑婆讲马上回春水当当。四大人听着拢足欢喜的呢。阿嬷佫一直讲对啦，咱是台湾人，就爱讲台湾话。煞落来，阿嬷就开始用台语甲两个孙仔开讲，无像过去为着甲孙仔开讲，佫会家己切做华语咧。毋过真正互我感觉上无共款呢。红包还未分了，即3句好话讲了啊，两个查某囝走来甲我讲来讲去拢是即3句，敢佫会使教我讲别句。好佳在，我有听恁小解面册阿东的里里扣扣卖奖页，就紧来去阿东的卖奖页报一个。好运马上黏贴贴，马年一定大趁钱。马年来到门口埕，规年福气直直赢。马年大恭喜，马来出头天。人生短短嘛爱欢喜过，人生海海嘛是爱精彩。看到两个囡仔为一开始讲学3句就好啊，到尾啊，家己佫讲要加学几句，学了佫会问我讲迄句是啥物意思。等我说明了，因就现学现讲。即种改变看到心情足爽的，赞啦！上尾啊，我要甲阮查某囝秀寒的母语学习单分享互大家看，因为有公司台语台的黑边甲白边用心咧推广台语文。过去摕到母语学习单，我拢毋知影要教囡仔讲啥物。今年感觉足轻松的，恁伫 Podcast 讲的，我就照咧讲。袂晓的时阵嘛，知影要去倒位查书典，也阁有教育部台语输入法，互我感觉愈来愈轻松啊！凡事继续学落去，有一日台语家庭毋是梦。即个过年我就讲到这，另外一个主题有时间甲来分享。我是台南的空空，再会。后一季想要听到啥？空空讲希望有机会会当邀请社会工作者来分享。若是毋知影要找啥人，会当考虑来找阮翁仔某啦。你翁仔某有名无？哎哟，原来是想要替家己拍广告哦。安尼有出差才来去找恁啦吼。无伊听起来是想要来，但是我嘛是爱讲空空间，互我足感动诶。我嘛是，咱做节目诶时阵，并无想会到讲咱会当影响到一个家庭。对啊，毋是干那影响到爸爸，佮影响到妈妈，
有囡仔，对，弟孙因安尼规家伙。过年，个阿嬷呢，甲孙讲台语。对啊，阿公阿嬷就想讲，哇，因若捌学白边，一点做爱咱。讲你会当放阮的节目互阿嬷听哦。对啊，你甲因手机用开起来，迄有 Apple Podcast， 什么 Podcast 拢甲伊叮叮的，叮叮的，每一个人手机用放一遍安尼。哇！因的家族就变做学白边听友啊。就甲公司阿嬷共款啊。查某囝开始听，阿公阿嬷嘛对咧听喎，翁婿嘛对咧听，啊，有拉力啊喎，连这参加这个讲好的活动，规家伙都甲拖。对咧，咱这讲好话是咪拢还袂放上哈？对啊。要求这个小编过年，毋知要欠几集无？这是过年的第二集无？搁个过年的第三集无？甲伊过年讲好话，迄做一集安尼。过年要讲一句啊，无啊嘛，无春天一句啊。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真是感觉讲，就算讲咱无法度报名，无法度去参加什么物件，这已经是对咱来讲是上大的奖啊，已经有得奖的感觉啊。对啊，阮就是感谢大家啊，对阮的支持。对，而且伊伫咧过年的时阵，伊是 live 转播很看的啊。你嘛知影后边做无聊的无，伊伫遐算出去啊。我就看到伊今日发生什么代志，伊就是逐工拢安尼甲我报告呢。我拢哪像电脑咧过年，你知影？所以讲，我过年的时阵坐轮椅去互杀我，就是我看到伊讲这，哦，这是做大心的呢。去到台南过年啊？对，有一种去到台南过年的感觉，因为伊有分享一寡影片，像因为遐影片有翕到人，无方便互大家看。但是伊甲阮分享的时候，阮真是做欢喜的。嘿啊，多谢空空。想要到咱 Podcast 当带动这物件，我真是做欢喜的啦。啊，有影响到其他的台语 Podcast 收听，敢有？敢有？你确定呢？伊讲伊有去看阿东啊，所以阿东无开节目啦。阿东，你迄发票阮咧寄过去啊！这三集毋知讲着偌济阿东啊？对呢，迄金蕉嘛是做国文老师，发票甲你寄过哦。阿东啊，你最近趁侪钱，寄一个发票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寄有节啦。听免话阿东若无听到，恁去楼下甲阿东讲诶，讲我白免甲念者哈。啊，问迄阿迪啊，阿迪啊，你敢有因为阮的 Podcast 甲你分享了，有较侪人去听你的节目无？结果伊会讲是伊的卖奖较济走来咱遮，谢谢啦，歹势啦，抽你的卖奖较欢喜的啦。无我感觉咱的人客无共款，无共啦，因为伊查甫的听伊的绝对是查某的，有可能哦。啊，咱这查某的观众较济拢是查甫的，但是真侪投稿拢是查某的呢，查某囡仔较爱分享啦。但是我讲真诶，咱后台查甫诶确实是较济，有较济淡薄，对啊，60%以上查某人，恁遮诶查某人较拍拼好无？我做希望你听阮诶节目呢，其他诶查某人，有你听节目诶查某人，拜托恁去分享互恁其他诶查某朋友好无？我嘛是要有一寡姊妹啊，你看阮两个就是安尼，无，阮两个安尼，遮优秀啊，大方啊，家己讲拢想要笑。已经笑了，好啊。后一位是做少年白边的阿塞啊。嘿，阿塞你好哦。这标题就是写你的名，咱毋是你念哈。阿塞问讲，大家过年时敢有食互肥肥，叫互推推，红包收袂完安尼？请大家分享一个过年有啥物趣味的代志。哦，顶一集小编已经讲过啊，甲你去听哈。对。前一阵仔伫咧2月25的直播，恁隔壁美图部门的海外婆婆甲台语美图认证，佮教了袂歹呢。啊，海外婆婆佮问讲，敢有机会去上专家有智慧即个节目？伊足想要去遐佚佗的，看会当代替伊传达一个无？嘛是会使先请婆婆来甲恁开讲，看婆婆的台语是啥物级数安尼。P.S. 海外婆婆的名连起来若像海外婆婆，你是想要甲伊抱好无？你阿塞再见哦，阿塞啊，白免食错啊哈，对你真失望哦，失望。伊下员讲吼，伊希望后一季会当听到 Made in Taiwan 来开讲。好啦，即个会使接收啦。啊，其他啥物要抱的啊吼，还是讲要创啥的吼，拜拜。而且专家有智慧即季已经结束啊，对啊，想要录影来等后一季啊。爱去因的卖奖夜啦。对啊，啊说你想讲无你看阮卖奖夜哈，阮卖奖夜就讲啊，无论你是想要参加导览先生，还是讲即个专家有智慧报名，拢爱去因的卖奖夜面顶有一个表单，啊个写起来，你就有机会去用抽着啊。嘿啦。啊说你无可能报名，甲白边嘛无可能，甲这婆婆做一组啦。我先甲你伫遮断绝你的念想，你当考虑甲婆婆一组。你讲伊哦，伊甲婆婆一组哦，安尼就当婆啊？你敢有考虑过？你敢有考虑过婆婆的感受？卖奖应该是拢会当啦吼。哦，婆婆，我先替你默哀。讲啥呢？无啊，默哀啊，祝福因两个人会当抱较欢喜。默哀。
我见咱这阿西也足趣味的，伊知影咱咧滚生球啦。好啦，阿西就安尼哦。对啊，伊既然就介意 Made in 台湾啊，阮这哇，阮会去邀请啦。对啊，阮这笑亏伊嘛会听会落啦。嘿，你安尼讲较好。阿西，我甲你讲，阿西，我甲你讲，伊拄则是做凊彩，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伊安尼想凊彩叫伊改节，所以即摆甲你讲嘿，但是伊嘿节了，伊袂记甲你要讲啥。莫讲啥，你念你的手里的卡片。好，来念一个日本来的光批。对，咱过年时就做侪光批，有够欢喜的啦。对啊，多谢大家。对，来，东景的风景替我洗目睭，黑白边替我洗耳仔。多谢两位美少女，学国妹仔要招我做伙去忘年会时，我无细字讲出，等咧，才甲耳机摕落来听伊讲。哦，因为你听咱讲话，所以就是讲台语就对啊。对，哇哦！日本的寒天足大阁足冷的，歇寒干那20天，无法度转去台湾甲厝内人过年，干那会当听 Podcast 找温暖。歇热要结束之前，我有扎规卡行李箱的死死一卡皮箱就对啦吼。分超过1礼拜才分完呢。哇，炸偌济安尼啊！弯弯嘛，最受欢迎的32寸的迄种的，可能哦。除了弯弯，阁有番薯片。日本的查某囡仔，就算想要食嘛，歹势开喙。查甫囡仔为着要搁食，就会专工为头门边仔走过来。来留学有真侪小发现。多谢黑白边甲听友的陪伴，祝大吉大家大家新年快乐！哦，这是日文哦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奇怪，伊日本人是这种声哟。日本人你安诺すみません，我的是。无你讲看觅。我袂晓，光配你的手呢，你用另外一个声扫来，佮念一下好无？はい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笑啥？这位是东京的抹茶控尤里。抹茶控尤里啊。抹茶控，我想推下抹茶。有一个味呢，但是阮朋友是甲我讲，迄是无顺的，即安尼。哦，是哦。伊讲我拢食着俗米啊，什么枸杞花你嘛摕来我食看卖咧，敢若也有讲。去日本才食有呢。哦对呢，因讲去迄有一个什么地道的所在，啊也现着伫遐，听做朋友甲我讲想要听者，迄关伊家人会起笑。你的配较少哦，好来，我伊写有规张呢，甲你讲少。哦，好。但是咱即个光批的主人，你顶解敢是叫即个名？对啊，即个名看起来淡薄仔切分呢。嘿啊，你之前敢有叫别个名？对啊，若是有你甲阮讲者，互阮一点仔记伫。咱足侪听众朋友咧日本的呢。对啊，顶回是迄福库欧卡啦。对，福库欧卡。我嘛学下福库欧卡呢吼。好，换你。谢谢啊。来，我念一个咱这足古锥的呢。伊只有卡片面顶有当家己刻的印啊，对，这一看来感觉是用手刻的，嘿啊，手工的，对，伊讲黑边甲白边恁好，见摆听恁的节目，心情拢会足好的，多谢恁制作遮尔有内容甲有趣味的 podcast 陪伴大家笑面。听讲恁嘛介意猫啊，无2只猫，一只黑猫，一只白猫，我甲因画只村啊，想要甲黑白猫送互黑白边，祝互恁每年大顺时，欢欢喜喜。黑白猫的阿母，黑白猫的阿母，你叫啥物名？来，我来念一下伊的村啊哈。好，我感觉伊即个村啊是有顺序的哦。真的哦。对，伊讲即马开始隆中顺序。对，要爱啥都有啥，要爱啥都有啥，好运马上来，啊！用卡买就会当健康走世界啊！用卡买健康走世界。伊即个村啊，祝福是安尼连刷呢，连刷呢，对啊，放出一个大招安尼。你上需要用卡买，多谢。哎呀，我即摆是歹卡。谢谢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会当接受大家的祝福，变做一个用卡。大家拢足关心你的卡当时会好哦。真的，大家听到我受伤了，足侪人拼死传信息，还是讲就是老话来甲我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甲现主时吼，我嘛是牙管仔拄即个楼梯爬起来。嘿。至少我去便所这平面的，会当小可甲管仔放落去啊吼！多谢恁的关心吼，我甲恁的阿嬷共款，请大家继续关心，关心恁的黑边阿嬷。安尼后盖叫你阿嬷，谢谢啊！过来是有村啊！有村伊是大礼包，对啊，对，大礼包，大家收到有村那种做欢喜的呢，是一个大礼包，对啊！而且今天是疗伤袂高，伊寄啥物件来？嘿，完全无法度想。对啊，伊即届是这，佮迄届是迄，
但是伊拢估过来一遍，嘿，伊迄下骹迄条，拍胶进前迄条用较久，但是一个来拢大胶诶，大概敢听我咧讲啥？我咧讲拍电动下骹有一条迄有啥物？哦，我知，还泡沫豆豆啊轻，对对，轻一大包安尼，先运费啊。雷话有听到无？毋通安尼换2-3包就要寄，2-3包就要寄，恁迄邮费伤贵啊，阮诶毋甘啦。嘿啊，迄箱啊一卡落来80箍呢。对啊，你着寄2包安尼，无要紧，你甲阮讲，家己去买啦。你安怎做歹势啦？对啊，好瑞华，好，紧有春诶先点了。好，伊讲亲爱的白边，多谢恁的声音陪伴阮的通勤时间。亲爱的白边，无我。你会到另外一张啊，你都无查。亲爱的黑白边，多谢恁的声音陪伴阮的通勤时间。光批一人一张，毋免抢。对，新年要到啊，祝福节目会当继续陪伴阮。主管啊，爱加薪啦！哎哟，有出。你咧甲伊讲，伊这厂的这个小小的无共款的所在啊，伊送互你的是乌猫，对，送互我的是白猫，对。伊讲伊希望黑白边的心内拢有因对方啦。嘿，对，我感动的啦。多谢有春哦。有春伊的心内无我，你知无？你咧送较大只乌猫互伊啊？差不多占一个尾留遐长安尼1/10尔。较济哦，我叫是1/8呢。哇，这感动的欢喜甲。无法度分100分啦吼。无遮有啦吼。谢谢哦。好，过来哦，这有2张，好，这当时先来我嘛毋知，无要紧，咱先念即个光批。嘿，拢是过年真够诶。对，这是 Okinawa 来的。Okinawa 呀，真正就是日本诶。我就讲台湾人就是我隔壁要去日本，我隔壁要去日本，大家想着拢去日本啊。那隔壁共款，比去垦丁诶人更较济。对。好，来即个 Okinawa 来的拉力，而且足趣味哦。伊去邮局，伊讲礼拜邮局无开，叫伊家己画一个 Okinawa 的迄邮局的印啊。伊讲亲爱黑白边，我收到恁寄来红包鹿啊，红钱嘛是大富送你的饭仔叶，佮有足古锥的四手啊，我欢喜甲强要飞上天，实在真感谢。啊，未到抽奖的时间进前，我就收到啊。恁是天下上美丽的乌鸟甲白鸟，爱恁哦，拉里，哎哟。爱你哦是啥物？爱你哦，喂，坑的，我无要甲加掉。你是毋是想要唱迄条歌？爱你哦，我毋知。哦，真的啦。下面阮各位听过啊，要听过啊。咱是毋是迄个哈念册计划开始啊？差不多爱冤家啊。对。那你迄饭仔叶是我去捡的，好无？我有讲啊，你拢无咧听。我去阮兜山顶捡的呢。特别去呢，伊专工去捡的呢。对啊，捡足久的，最用心的。对，咱是迄当阵卡嘛，咱像无啥好，叫阮朋友甲我斗捡。你迄个，你落去。黑边甲黑边的朋友哦。对，而且迄个有见过特别啊。嘿有，我毋知迄念大念起来，咱囥偌久哦，恁才想办法甲伊留咧吼。后来我真煞这另外一张批嘛，甲伊念好了。嘿嘛是拉你的，我感觉这是一首诗啊。是啊，诗名是啥物？我有这面顶即个就是诗名，诗名是可费。你叫成可费路的呢？伊讲我想要请恁啉杯咖啡，苦苦的无下糖，苦甲袂输迄爱情啊！我的爱情，我想要甜的呢，会使卖苦的无？啉落去才知影因的滋味。我想要请恁啉杯咖啡，乌乌的无掺牛奶，乌甲亲像暗暝的天，有伊的乌，天青才会水。我真正想要请恁啉咖啡。毋过我有小可懒死，台北遐尼远，额头看袂清，伫倒位？我后2只飞轮机代替我飞去恁的身躯边，请恁啉咖啡，绵绵苦苦，乌乌甜甜，随在恁。上尾是乌乌的咖啡，底伫白白杯仔内上速配。我是哪里？哇，伊这拢有道具呢，有哦，飞轮机边咖啡，嘿，甜拢是伊。哎呀，哇！咖啡、猪鼻、咖啡，而且讲乌乌的咖啡，底伫白白杯仔内底。伊个甲这乌乌甲白白2个字，拢用2个心，用心哦，对，用爱心甲伊箍起来呢。真正做爱的人，我知影你爱我人，你看连哪里拢感受到。嘿，差不多1/10尔，1/10的爱是足大的，足大，嘴海去啊，嘴伫海去。你紧啊，后一条批，后一个嘛是光批哦。对，
伊讲亲爱黑白边，因为各种小到有春的因素，今日拢是有春，对过年就是爱有春。对，我即马人伫瓜地马拉，瓜地马，瓜地马拉是啥？瓜地马拉，嘿，嘿，古城安地瓜，安汉吉，那古最名啊，对啊，嘿，安地瓜，嘿，本来是要来爬火山的，对，但是前一天无困醒，为 hotel 2楼房间要离开的时阵，一边的骹头乌跪伫喙石仔顶，致使我后壁所有的行程拢乌有去啊！哇，但是应该安怎讲呢？有一句俗语：跋一倒，叫着能升级，捡着一只金鸡母。嘿，我因为安尼有参加即个所在足盛大的庆祝活动，哇哦，是伫咧过偌济4礼拜进前，逐礼拜5甲礼拜日拢有无共款的活动。这是第2个礼拜日，活动的规模敢若比过偌济即礼拜较细尔。亲像咱的妈祖出巡礼，因为其实即个绕境敢若1天，所以应该较先咧洗妆。总共一句，因会甲耶稣佮有圣庙放伫咧一个爱20-30人高的大平台，洗规个城市咧行，为中昼行到半暝，我是古水的羊啊！哦，圣母游行呢？安尼我想到咱顶礼拜导览先生内底嘛有一集是咧讲这呢。你是去参加迄哦？我无去参加，瓜地马啦。毋是，但是伊讲伊屏东迄个是细型的梵蒂冈啊，我知，伊嘛有迄更圣庙万金迄，对啦，万金教堂啦。对，你好啊，讲话啊！你拄则听到没有？因伫即段有做者 NG， 我拢肯定后壁，你等下注意去听者啊。歹势羊啊！我甲你陪死咧。你嘛爱甲空空回即个啊？空空死咧。今日所有听众咱拢死咧啊！大家死咧，歹势。我感觉恁做爱听。我喙海去啊！我嘛喙海去啊！即个房间的喙海去的团结。敢若咱两个，毋是你传就是我传。听到没有？该叫咱画着啊！听到没有？恁学好的就好吼，歹歹毋通学哈。嘿，咱学好的就好。对。迄个光批都甲迄绕境迄情形更圣母迄个吼。哦，足侪人拢穿迄球仔色的衫。想要看是啥物衫，啥物大平台吼，来看阮的铺文的相片，对，阮的假相片，对，啥物拢甲架起来安尼，嘛无做物件通架啦，就是即几张啊。啊，讲着假相片，对，咱要来搁再一摆呼吁大家，爱来投稿，请投稿。目前咱的 VVIP 是迄哦，空哦，台南的空已经甲即个 VVIP 的宝座抢去啊，对，搁有大虎啊，对，咱即马男性的听众拢出头啊，对。女性的听众伫倒位啊？安吉你是走去倒啦？巴黎哦，对啊。哪里讲我跟你写配？哪里讲我跟你写配？还袂惊死？等你。重点是大夫拢是寄基因呢。系啊，其他想要寄基因的人，哪里你要挑战一下无？我你寄基因，欢迎。我看你迄讲好话，迄个有做活泼。我讲你会使就是寄即个基因来试看卖啊。对啊，无咱拢敢若男性的听友，嘿啊，有寄来安尼。对啊，无情啦，无情。对啊，大夫啊，你会使叫恁某讲两句啊。大夫的某讲，你敢有问过我意见？嘿咩？对啦，拄则毋是要甲爸爸妈妈讲，会使叫隔壁的相做。哦，迄婆婆啊，叫婆婆来讲即个台语倒定伊的物件。安尼婆婆爱听咱的节目才知影呢。啊，使你甲婆婆讲一下啦。你甲婆婆讲一下，叫伊做即个台语倒定伊的物件。阮会替伊分享哦。啊，使安尼教互你啊。对，阮会替伊分享，啊，来分享较济了有无？咱台语台即边的迄一寡业务都会看到啊。嘿，看迄是专家有地位啊，还是讲导览先生，因着拢会看到啊啦。嘿，婆婆家己爱写计划书哦，啊，家己发过来哦。婆婆讲啊，若像婆婆有伫听，对啊，听讲咱有一个听众嘛，有伫看婆婆啦。嘿，迄个婆婆 VTuber 哦，会晓讲台语哦，佮唱歌哦，遮厉害。对啊，但是伊毋是台语台，毋是，但是会晓讲台语，伊有去考台语认证。哎哟，咱会头路佮要互唱起。对啊，人水啊，佮会晓唱歌，佮会晓创啥，无要紧，咱这大家拢要来抢头路啊。咱休息连隔壁栋嘛，拢要抢头路啊，我嘛毋知啥好呢。
免听朋友无头路啊，听种朋友，对啊，过来恁就会知影讲，个后尾要转讲华语啊，我们去做华语频道啊，你讲，讲做华语频道，我一直讲别人歹话哦。我来甲阮做节目的这5季以来，所有拄着的物件拢讲做华委语，屈的呢，对啊，安尼应该别人听无呢，对无？因为嘿，听台语节目的人无一定去听华语嘛，而且华语节目安尼哇，霸死啊！哦，你要伫即个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一个两个什么查某，你讲的华语节目，你讲一寡做工课的代志，这可能真困难啊哦。无咱叫华台语好啊，无法度，安尼会去互发现呐。毋免当哦，对，咱做一个有，就是较无人知的，偷偷讲就好啊。啊，有一工安尼摸穿起来。就困难呢。我知，咱到时阵咱就会去，咱用家己的名去做迄华语节目，咱就袂因为讲咱是电视台，无迄个迄收听的执照，所以咱袂当去报迄 Podcast 的迄金钟奖。哦啊，咱就用咱个人的名义去报迄个金钟奖安尼。哇，安尼咱的本名就别空啊，光头白日就去hand面啦，冤仇人拢走落来。对，真诶，全部走出来安尼啦。听明以上这拢是练小话哈，恁就听听就好哈，无这物件，无这节目哈。嘿啦，时间无够，嘿，黑白讲来斗。你咩我白讲哦，你这个我白讲哦，我做认真即的呢。摆毋对咧黑白无，讲，我做认真的好不好？我是替婆婆你想一寡气话，啊，我嘛先煞讲一寡气话安尼，安尼敢袂使？会当，真好。好就来收尾，听你讲，听我讲。心听爱甲小编讲，叔叔别行拢通讲，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。就紧来去阿东的卖种药，报纸，报啥？就紧来去阿东的，种啥啦？讲到阿东，你就遮欢喜啊！我会甲伊加伫 NG 互阿东听。嘿，阿东你好，红琴也是大富送你的房仔叶，房仔叶是啥？人生短短，捌，你是想要唱歌？人生短短，就伊个甲迄乌乌甲白白画两个心，伊到个底是啥物？伊个甲这乌乌甲白白画两粒星，啊哇，，毋是两粒星，到底讲两遍讲毋对。但是真一工无困醒，就为 hotel，好听啊！是啥？我就为 hotel，看你要几遍啊？我会甲加条标。我会讲嗯，台语，就为我旅馆2楼房间，暗是毋是？拄是上来就强迫的，你好啊讲我知，